高雄大寮100外的乡亲，一透早就到高雄市议会下跪真情，讲甲真伤心。讲大寮的农地登记予工厂违法来霸占，造成大寮的空气甲水源的污染，在地人受害真深。这个违法的工厂，就算互断水断电，命令停工，也是无咧插配，也是继续来经营。居民是拜托市长赶紧解决问题，唔通互大寮人变做二等的公民。 居民提供鸦片，伫4月份到5月份，高雄大寮区铁工厂就算被停工，依然咧动工，每工吵闹声音甲铁粉，或者居民呢是无度过忍受落。上百人到议会门口为咧痛哭，希望市长感受居民面临的痛苦。每10分钟、每20分钟就会惊醒一次那种心情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懂。这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每天要吸多少的铁粉进去，我们要受到多少的干扰，这是你们不知道的。根据农委会2017年公布的资料，全台农地违章工厂占地数上多，面积嘛上大，行政区第一名就是高雄的大寮区。多年来，这违法使用农地工厂拢唔管法令，伫深夜烧毁器物，大台车出就入，被发人也无要无紧照常营业。 一直在近半年，我们一直有强力的一个作为哈。高法局长表示，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会尽全力替居民伸张正义，让违法的工厂受到应该有的惩罚。